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说今天跟明天一连2天，我们的第2个单元听音乐说故事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访问到的是黄文兴哦。黄文兴呢，他去年发了一张国语专辑。那不过那一张国语专辑呢，距离他的第1张专辑已经有了5年的时间。那今年呢，他又发行了自己的台语专辑。那这张台语专辑真的蛮酷的哈，愈行愈用。我刚拿到专辑的时候很害怕，想说这么在就恐怖，一听哎呦，很可怕嘞，很好听，很厉害，而且还跟马来西亚的创作人合作哈，还跟马来西亚的方炯斌合作。这2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听黄文兴来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故事哦。紫色的天空，蓝色的雨，你和他的事，我都看在眼里。感情没有绝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完美，甜蜜是沉醉，分手会心碎。说放就放吧，像个笑话，说的这么简单，但有几个人做得到啊？虽然我能了解，在爱情里我就像个傻瓜，宁愿苦等着他，也不要放下。你已经不是他深爱的人，又何必为了他继续沉闷？回忆里的甜美，如今变得伤痕，越想挽回会越陷越深。我还忘不了他给我的温存，拥抱着期待他回头的天真，所以别再为了我伤神。收听的是 FM 今天呢，第2个单元听音乐说故事，为大家访问到的是黄文兴哈。黄文兴最近的这张专辑非常的让我耳目一新，然后他邀请到了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人来跟他一起玩音乐。让文兴自己来跟大家讲了。那首先请文兴跟大家问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俊杰老师好。好，文兴非常欢喜和你熟悉哈。多谢。我这是我的荣幸。真的，谢谢。来，先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名。这张专辑叫做《愈行愈勇，越走越勇》。这张专辑的架构就是其实就是甲名这个名同款，做白话呀，就是你不管拄到什么代志。伊就是拢爱坚持，爱愈行愈勇，拍到手骨颠倒用。我必须承认一下哈，我拄头先收到这张专辑的时阵歌名叫愈行愈勇吼，我有淡薄仔惊咧。你就想讲系啊，敢会走精？我想讲打这些废话，唔知安怎，嘿，足惊你啦，一直想敢要听，好听看卖来安尼这样子吼。其实老师我来讲哦，当初是咧号名的时阵，因咧想讲是要号。愈行愈勇，也是牵手的幸福，因为之前我天地是往天地这个歌曲来做这个封面的，也较温馨嘛。想讲到咧延续了，不过公司也感觉讲公司的主管、宣传的主管讲，我感觉用愈行愈勇较有迄种吸引人的兴趣。真诶也假啦。我讲敢会人听到愈行愈勇这4字的，想讲废话呀，这免听啊。他没跟我拄头先有这种废话。真的哦。对。但是还好我有打开听哈，所以我要跟听众说哈，不要害怕，因为那个其实我也点第一我的节目来介绍很多，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台语创作者嘛哈，是，我们就会介绍很多台语的那种文青歌哈。对。那比如说我之前介绍陈建伟的时候，还有介绍那个谁，小黑我想。小黑。阮那个朋友我来讲袂比台南那个叫做台南那个，我含人遐尼熟，叫人想人突然间宕机想袂起来。那恁朋友？嘿，阮朋友。用总袂记哩。
对啊，不要紧，待会给他讲了。先给他讲反正呢，就是常介绍那个台语的文青歌啦，对，然后就会一直跟听众强调说，其实有很多你没有听到的台语歌，都跟你想象的、跟听众想象的不一样哈，跟听众在媒体上听到的很多台语歌想象的并不一样哈。是。那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之前也有介绍文青的专辑给大家先听哈，就黄文兴这张专辑就跟我常在跟大家介绍的台语专辑一样，也是跟你平常听到的都不太一样。是。文兴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张专辑，你觉得你这张专辑的特色好不好？我这张专辑的特色呢，我觉得啦，除了是比较励志以外，它有不管是情歌啦，或者是一些比较快的摇滚歌曲，它其实都还蛮里面的词句都还蛮励志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想做比较不一样的台语，而就是想做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华语嘛，华语的一些流行音乐的它的面向非常的多，对，它的元素也非常的多，没错。那我又可以rock 也可以就是蓝调，然后又可以英式摇滚，然后又可以 hip hop，对。那我就觉得这些都为什么国语可以？它只是一个那个语言不同而已，那音乐性是其实是可以做的啊。那我们台语也可以做这样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而且睽违6年了嘛。去年是国语，那如果是以台语专辑来讲的话，我去年台语天地是2010年，那这次也是台语。那就是相隔6年了。对。那我希望出来的作品，其实很多歌迷都在期待说，什么时候你去年发完了国语，什么时候还要再发一个台语？那于是今年我决定就发台语给就是让我这些歌迷就是乒乓者这样。那也顺便想要传达一些东西给歌迷，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给听众朋友们听。我想要传达就是。国语可以多元化，那其实台语它也可以多元化，所以这里面除了台语有 rock 之外，我也有一两首是有比较 R&B， 然后也有比较 hip hop 一点的，有 rap 念那个 rap 的歌曲这样。拄则你讲，阮迄个兄弟吼叫谢明佑啦。谢明哦，哥哥拍摄你若有听到，我无挑过伊袂记你迄，只是含你啉酒伤久无啉。我们刚听到文心这一段访谈哦，那么专辑名称叫做《愈行愈勇》，其实内底有一条歌嘛叫《愈行愈勇》，尽量他们大家都看过。既然讲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听这个曲吧。闪烁的灯，彩色的面，偌多人为生活无眠地走走。头前有路，看无前途，有啥人来体谅？为着梦想，使尽风霜的起落。免搁再失志，想要回头看，过去放好袂记。今嘛就开始，目屎甘着一起去撇破感情，嘛是会照着一条光明的路。
感情，嘛是会照着一条光明的路。路要愈行愈勇，行出家己的路，行出精彩的脚步。现在我要愈行愈勇，用我的勇气，行出前途光明方向的出路。路要愈行愈勇，行出家己的路，行出精彩的脚步。现在我要愈行愈勇，用我的勇气，行出前途光明方向的出路。文心，你这个专辑隔6年哈，对就算是在上一张去年的国语专辑也隔5年哈。对。你是安怎？你是想要家己写歌，还是什么？你来动遐尼久？其实很多人都说我是不是中了金曲魔咒了？嘿就是2010年发专辑，隔年2011年入围，然后拿到金曲奖之后，是不是中了金曲魔咒？我说不是啦，其实这中间因为刚好有拍戏的机会，然后去拍戏，然后也加上就是一些做唱片的东西，可能现在没有那么景气，还有可能还有一些公司上还有唱片公司的一些，反正就是一些问题就对了。因为其实现在做唱片比做电影还要难赚，真的。对，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因为现在的数位比较网络比较盛行嘛，那现在的实体也慢慢的没落了，那慢慢的萎缩，其实也不会不见。就刚才像俊杰老师说，它不会不见，它还是会存在，但它就是没有那么多人会去注意。没错，因为大家都是从网络上得到一些资讯这样。那其实我是觉得，我那中间我还是有想说，音乐我还是要继续，因为毕竟我是歌唱比赛出来，音乐人出来的。对，然后我是对音乐还是保有那个热忱，只是那时候还找不到机会，所以中间有空了一大段。那其实这中间我也有吸收一些资讯，我所谓的资讯就是，当时我出道时或者是我原本不会想要去听的东西，去尝试的音乐，去听的音乐了，比如说hip hop，hip hop 像一些韩语的 hip hop 或者是华语，以前我是不会听的，我只听抒情歌曲啊，这样啊，真的我也不听 rock 的，我觉得 rock 很吵。哦，你以前是不听这些东西？我是不听这些东西的。可是我觉得当一个艺人，甚至是一个音乐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跟自己讲，要去跟自己说，你要去认识各种的音乐，这样你才可以充实自己，然后你才可以有不一样的那个什么那个观点，对，然后观点去做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所以你今晚按那思考你的唱歌，你比如讲你是想要能够1年1张呢？还是说就1张国语1张台语，你是怎么想自己的唱歌？其实1张国语1张台语，我倒没有这样想。而且我也没有说一定要1年1张或几年几张。我只是觉得说，如果有好的音乐，我还是得要坚持说有好的音乐我才去做，不要说我只是为了1年发1张而去做。对，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一些意义了。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反正我就随便做1年，我就是不管怎样，我1年就是要赶出1张，就给大家听就对了，不管怎样，反正别人也听不出来嘛。我们在里面到底是弄了什么？我们做的再好，别人还是听不出来；做的不好，他们也是听不出来。我觉得会有这种恶性循环的心态。我们刚才私下跟文心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聊到音乐我发现他在这方面很坚持的，他想要单的好的歌，对，然后伊无想要欧北拉的对啊。对，然后我真的觉得欧北拉除了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我的那些歌迷。
现在台湾很好玩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歌手和唱片公司之间有时候会呈现一种对立。对。那因为唱片公司呢，当然合理的，当然一点爱探级哈。对对。可是呢，唱片公司一直在找方法，就是说找到如何赚钱的方法。对。所以呢，其实他们都用踹的。那歌手呢，不是在想这个事情，歌手是想我要找好歌。对。那好歌是什么呢？唱片公司跟歌手之间就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摩擦。所以听众朋友，你常常会听到一些叫做摩擦的专辑。对。就是你里面你听那个。你就会听到一些歌，觉得这就好听啊，那也不做主打歌哈。但是因为唱片公司不相信讲安尼会当做主打歌。对，他们会觉得你这些很非主流，不是市场的歌就对啊。伊感觉讲哦，人听袂落，你也是爱较传统的哦，来互大家听，大家较会接受。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想要讲的是，我会记我20-30年前。应该是20几年啦，我喺当阵读高中的时阵，我会记得我所听到的台语甲国语，其实迄阵的水平是差不多的，甚至有一度啦，有一度就是台语好像要稍微要超越国语的感觉。我刚才听你安尼讲，我就知你较早听什么歌啊？你较早听林强对吧？林强嘛，我听5爸嘛，我爸，然后其实我。其实那个，但是我不会把它放在我最喜欢听的。我喜欢听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不一样，传统一点的台语歌曲。因为我妈妈是屏东，我是屏东小孩，所以我妈妈听的音乐她还是比较演歌的台语。了解。那我耳濡目染嘛。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最不一样的就是洪荣宏大哥，那时候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曲。那个真的很厉害，那个真的是那时候我听到的，因为他也是都唱比较演嘎的，就是几小耍啊、红红姑姑、接济你啊这些很经典的歌曲。突然有一次他发专辑，伊唱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曲，我惊着这条歌甲原本的人咱所听的台语歌拢无共啊，就像国语歌奇怪，这到底是像者？我就去翻那个作曲，哎呦。游鸿明是唱国语的，哎呦，我就觉得他做出来那个，他让我看到了台语不一样的地方。讲到这小停一下，听一下文星的歌来，先咱介绍一首你的专辑的歌。好，那安尼我介绍另外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嘛，真温暖。你讲，叫做《牵手的幸福》。欢迎再度回来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为您进行听见月光。我们今天呢第二个单元，俊杰在单元当中为大家访问到的是黄文兴哦。上一段跟黄文兴话匣子一开，第二的宫北耍。好，听这首歌，刚刚黄文兴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牵手的幸福》，足好听的一首歌，我自己也好爱。感觉快乐，只有你是我不能的幸福。行过酸冷雨，想起甜蜜的当初，甲你约束，行未来的路。幸福我坚定，甲你保护甲照顾。只有你是我奋斗的力量。秘密承诺，是咱一生牵手的幸福。用心甲你听惜，只要两人心相。相信你甲我永远同心行同路。行过酸冷雨，想起甜蜜的当初，甲你约束，行未来的路。
感动。来，这张专辑的编曲跟音乐都很丰富，是。然后搭配上文心的 vocal， 厉害，真的厉害。其实我一直感觉我毋是迄种足够唱歌的人，我是感觉讲可能我的唱歌的迄个感觉，感觉足真诚，有气氛呐。哎呀，较真安尼啦，就直接。对，足直接啦。可能感觉讲足直接的人，感觉讲比较容易去接受我的声音安尼啦。其实唱歌有两种嘛，吼，一种就是伊的技术导向，功夫好到要惊死人。对，功夫好到惊死。另外一种就是很真诚。对，一口气先听，感觉无安怎，但是听久了讲，哎呦，其实敢袂歹安尼。很真诚。对。那文心的声音就是很真诚哦。多谢。你这个专辑有和方炯斌因做合作？对，这个牵手的幸福甲家己的路，这拢是甲方炯斌合作的。好不好玩？唉，说好玩，录好，感觉真好耍啦。咧录的时阵吼，感觉是真痛苦啊。哪讲？就是要上吊自杀。为什么？因为方炯斌吼，方炯家甲还好，方炯家伊录一寡像你的名过甲无闲的人甲还有喝酒喝兄弟，这拢还好。他也是蛮严格，但是他不会像他哥哥方炯斌这么严格。真的哦。方炯斌甲我录牵手的幸福。牵手的迄首歌我录敢若5-6道吧，一道拢8点钟嘛。这样会到？嘿啊，我做类比的时代。真正，我捌有一天，敢若录两段尔。录2段，其中有一段，迄个永远讲心行港路，永远这2字哦，我录120几个音轨。天哪！他到底觉得哪里不对？伊讲你讲。伊就讲，伊讲出来，我有的声我嘛听无，因为我一直唱，我唱我嘛感觉讲到底是对毋对，唱到迄真正哦。你嘛讲伊啊？我嘛讲伊啊。唱到讲，我甲老师讲，老师你，我甲咱小坐坐，因为咱咧录音室内底一个这个歌词板后壁弄个一个小板凳，准备一个小板凳，我就讲老师我先坐坐，我就伫遐想讲。你要是我什么教授拢变，我到底安怎唱？这个咬字到底安怎加？这个共鸣到底安怎用？发声安怎用？才会法度达到你想要爱这个感觉。好，我真正伫遐舞规半步，舞到我甲讲老师我先等伊休吸收一下，我沉淀一下。他到底是他要什么？他要的就是希望他是声音是放，但是听起来，又是很软、很细、很细腻的东西。因为我声音若较放的，较定，较硬小歌。伊感觉讲伊希望讲的声会当较嫩，但是这声音敢是放出来足开阔安尼。有弹出去，对，弹出来爱是幼的，是嫩的。感觉讲足温柔的安尼，足甜安尼。我底下嘛是我迄嘛是录6道了好，终于我录了，总算我录了，即马开始进剪接室，即马迄个方炯斌爱剪辑，伊就底下迷这个音乐，迄个啥，公司主管甲我讲，文心咧方炯斌哦，伊啊加牵手幸福加3暝3日拢无困，我加讲诶，爱录1000，伊3个录伊6天啊，伊录1000外个音轨，伊当然嘛爱加3暝3日，拢免困。所以可见伊是一个做严格的制作人。龚德家哈，我们今天呢，前面呢让跟文心聊了很多我们对于音乐的看法。是。我们聊到这里，居然已经聊到了这个音乐人怎么工作的哈。这吼。听众朋友，我要卖个关子哈，马仔讲这个时间哈，我和黄文心继续和你讲故事。嘿但是今仔日咱最后的文心，你要介绍一首歌。好，我甲介绍一首这个因为我足少看唱一种较悲情的歌啦。但是我这件会当讲
手势尝试对种较传统的，毋过伊的编曲嘛是新的，来叫做这个你的名。咱来听歌，马上再继续开讲。无时无刻想起你的名，阮的心这你敢会知影？虽然有缘无分来将咱拆散，但是爱情哪会讲散就散？我知你有离开的苦衷。若是继续相爱，只有是痛苦。但亲爱你的我，放你自由去飞，面对孤单我搁看袂开。为什么我搁放袂落你啊？为什么一段情会结束这歹看？你已经离开，我嘛拢知影，还搁要管是一个人生活。你伫我头，敢有想苦守我？敢有像我爱你的人照顾你啊？若有一天你拄着拖我人生路歹行。希望你知有我伫这。若是继续相爱，只有是痛苦。但亲爱你的我，放你自由去飞，面对孤单我搁看袂开。为什么我搁放袂落你啊？为什么一段情会结束这歹看？你已经离开，我拢知影，还搁要管是一个人生活。你伫我头，敢有想苦守我？敢有像我爱你的人照顾你啊？若有一天你拄着拖我人生路歹行。希望你知有我伫这。若有一天你拄着拖我人生路歹行，希望你知有我伫这。无时无刻想起你的名。阮的心这你敢会知影？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开心的跟黄文兴在空中聊天哦。我两个人话匣子一打开，讲袂煞吼。黄文兴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真自在、真自然的人吼。然后很健谈，很爱聊天。然后最重要的是，对音乐充满了梦想。你想，他一张专辑，上一张台语到这一张台语中间间隔了6年，而且第一张就有很好的成绩。其实他真的很会唱歌啦，他唱歌真的很诚恳，我是说真的吼。那去年也发行了他的另外一个国语专辑，那当中也有2首台语歌吼。大家你如果对文兴的上一张国语专辑有好奇有兴趣，你可以上网去找找看吼。那更重要的是
各位，如果你喜欢黄文兴的话，你可以到他粉丝页去留下你宝贵的讯息哦，给他直接的鼓励啊、我想让很多人听到黄文兴的歌，黄文兴会很开心的。那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进入尾声了。那明天同一个时间呢，同一个频道，我们呢继续来跟黄文兴聊天。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听音乐说故事当中，我们访问到了黄文兴。他好棒哦，他到现在还是维持着一种很热血的愤青的感觉。对，而且他其实我觉得还算有耐心哈，维持着说不急做音乐长长久久的这个心情哈，蛮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样要邀请黄文兴来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心情跟音乐故事。这算愤青吼，这愤青。张文兴甲咱讲着对台语歌的真侪看法，甲伊较早开始听台语歌，甲即卖一摆写听歌甲唱歌的心情。讲到了黄文兴自己唱歌，认为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导向的人，而是一个唱 feel 的啦吼，就是用感情来唱歌。啊，不过咱听到一个恐怖的故事，就是同一只有一首歌而已，啊，唱了1000多轨，你去等个笑的。你去等下笑诶！伊甲你话语会通吗？伊会当讲因算因那潮州话遐？对，因讲潮州话，所以嘛是会通啦，嘛是会通啦。其实有足侪台语拢甲咱足共的。共款嘛，对吧？讲话迄个字句讲出来，拢是甲咱足共的。咱昨讲伊去剪接室加3暝3日无困啦吼，因为伊家己录千外的轨道吼，那个。光是那1000多个要把它汇整成一轨，就不晓得要花多长的时间了。这个过程对你来讲应该是一个做刺激的学习吧？嘛，咱讲是做折磨啦。但是咱这个物件吼，我感觉人讲的好事多磨啦。后来伊真正出来，其实我听到这个应该是我真正感觉足满意，因为会当讲内底上介意的。这首歌是我内底真正是我上喜。不愧是对，伊真正是这1000多个，咱会当换一个面向来想啦，就是咱会当个想个讲，就是咱这个老师方老师对咱有所期待嘛，有期待，伊会感觉讲我感觉你敢若会当甲唱出甲愈较好的。愈好的这个字句出来。你这是你台湾录还是你马来西亚录？台湾，伫这个强力录音室录的。伫强力遐。对，伫强力遐。啊，真接出我感觉真足满意的。伊录这个像这个惊家己的录，这嘛是帮我，伊嘛是配唱嘛，伊嘛录的。而且迄条歌，迄首歌是伊家己创作。那不就更吃尽苦头？这嘛是差不多哦，嘛是共款，嘛是录几啊道，啊嘛是录甲，嘛是头前2-3工去，拢是录头前2句尔，拢头前2段尔，啊拢一直录袂好势，伊就希望，因为家己录，伊希望我会当甲唱出，伊希望伊调出讲，我会当唱出无共款的声音，甲无共款的唱歌的方式，所以我伫遐揣摩足久的。伊唱，伊就讲啊，安怎想，我就安怎想，我拢已经照伊方式，但是有人笑，甲唱袂出，唱到后尾我甲老师讲，啊无安尼啦，我伊唱，啊你也感觉会当，你得甲保留起来，就是碰运气了，你知道吗？唱到后面是变对用药的啊，我讲我真正老师，我真正用什么100块买胶全部用了啊，我讲我真正我嘛毋知要安怎唱啊，啊无安尼啦，老师我尽量。投入去唱，唱出来你也感觉会当吼，你就甲这句也是，其中迄句内底，其中一句你就甲保留起来。他也很有耐心哦。伊做耐心，伊对巨蟹座诶，看做工作敢若处女座啊，古毛诶，对吧？家己都后壁整出来，制作完成了，我听嘛是感觉足满意，因为其实这条歌当初是我甲你讨论时，我是甲讲吼。我希望这条歌，因为愈行愈用，一定是一个较 rock 的歌曲，对，较摇滚。我讲愈行，我讲家己的咯，这条歌，你若是讲要用快歌，因为我们是设定，我讨论是设定为这个较紧的歌。我无安尼啦，咱嘛是会当 rock， 但是咱中加一寡无共款的元素，就是
咱会当依附布袋这个歌曲来做一个基底，做一个基础，所以我就互伊看真侪哦，比如讲霹雳布袋也是金光布袋因做起的影片，这个影片啊，过甲做歌的这个元素架构，因为即马的布袋的歌曲其实拢足流行的啊，对，而且都很厉害，真正拢足厉害，一定超越咱较早所听的这个。就比如讲冷松子啊，你这也是讲什么粉啊西药吧，迄种歌曲已经超越了。听众朋友，你若有机会，或者你自己就是霹雳迷哈，对，你自己在听那个，或者你不是霹雳迷没关系哈，你会有空去网络上找一下布袋戏的歌来听一下，你会觉得，哎呦，好可怕哦，很厉害。对，片头片尾你都可以找一下去听看看，其实。说不定都比我们台语歌其他的专辑还厉害。我说真的，早在10年前，我听亮哥在唱、在编那些台语歌曲的时候，布袋戏的歌曲就已经超越现在。我说真的，超越现在很多做台语专辑的这些歌曲，因为他们已经把国外的一些东西都把它移植进来。没错。我们两个在这边做了2天的嫌弃哈，不是嫌台语歌哈，因为你也知道两个东西台语歌表演奖，就是希望。有期待，有期待啦。其实唔是要嫌，唔是讲做咱传统的无好，只是讲咱这演家的物件，咱听众朋友是感觉讲太侪人来做。没错。啊，你若是有听众朋友，你有咧听今麦的流行华语歌曲，你注意甲比较，你就会感觉讲，有影华语人会当进阶变成讲 rap 啥物拢有啊，什么各种的面相，各种的迄个元素，拢风格拢有啊。但是台语就是看我听就是差不多是一个风格。没错，对吧？说到这里，我们来听一下，咱都要一直讲到的这条啦，这条迄个行家己的路，再让大家复习一下，哈。好。名叫做梦的行李，要失点有真侪钱红灯的城市，看袂清的未来到何时流浪脚步才会停，会记对你讲过春暖花开时要回去。冲上山，无法度受着浪潮，将你予我的爱，答应你继续保持初心要落雨，一直来，陪我洗净沧桑苦楚，我会行家己的路。叫做梦的行李，要失点有真侪钱红灯的城市，看袂清的未来到何时流浪脚步才会停，会记对你讲过春暖花开时要回去。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黄文兴，他刚刚跟我们讲到了行家己的路。你有感觉黄文兴其实伊真正是对音乐吼，对唱歌充满热情。他一直讲说，其实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吼，而是很用心唱歌、用力唱歌的人。不一样啦，文兴是很会唱歌的，不然怎么可能呢？出了第一张专辑的隔年就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哦。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说，我觉得他就是很执着唱歌的人，然后很把心思丢到音乐里面去的人。我常常在教歌唱班的时候，我会跟学生这样说，我就说唱歌基本上哦。演唱，就是说有演的部分，一定就是要有演的感觉。所以呢，我们通常唱歌就是大多数的人是听着音乐，然后看着字幕唱歌。那其实你很少注意到你在唱些什么东西。好，那你首先唱歌一定要先感动自己。其实表演这件事就是这样，你要先让你自己做到你觉得起鸡皮疙瘩有感觉，觉得恶心了，别人才开始有60分以上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文兴是做到，就是他至少做到一件事，不要紧啊，我一直唱，他刚讲嘛，我就一直唱，然后唱到他满意为止。他使出浑身解数来做这件事情，你就知道。录唱片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哦，它是经过千锤百炼，然后不断的琢磨，然后才把最完美的声音呈现到各位的面前哦。我们再来听一首文兴的歌，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听黄文兴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这一首歌的歌名叫做《喝酒喝香》。人生海海，心情啥人知？爱情哪会无伤害？一个人转动无情的世界，就算艰苦嘛会忍着目屎。有缘一世人会甲你熟识。你上了解阮的心内，无靠过哪会知寂寞的悲哀？假使嘛有你来听阮感慨，好酒咱来饮落去，听饮听好天歹天，路途再崎岖，拢会冲过。咱来饮落去，兄弟无计甲我甲你，认真打拼拢会有出头天。好在今夜有好酒，有好兄弟。一世人会甲你熟识，伊上了解阮的心内，无靠过哪会知寂寞的悲哀？假使嘛有你来听阮感慨，好酒咱来饮落去，听饮听好天歹天，路途再崎岖。会冲过去，好酒咱来饮落去，兄弟无计甲我甲你，认真打拼拢会有出头天。
觉得音乐人自己心中都有一些期待，然后那些期待，你会说不切实际吗？我也觉得未必。亮哥找我帮江蕙怡写歌的时候，那我跟江蕙怡聊天聊很久，我不知道帮他写什么歌，因为跟他聊半天不知道他都在干嘛。后来他在干嘛？后来他突然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因为他慢热啊。几年前他没像他那么会讲话，他慢熟了。他现在比较3-8了，几年前不行，就慢热。然后呢，他突然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他最讨厌假日。我那时候他还没去念研究所。我以前没听他他说他那些朋友啊，结婚的结婚了哈，啊带小孩的带小孩啦，有男朋友的男朋友，假日哈，每个人都要去忙别的男人啊，是，或者忙孩子啊。对。啊，他没有事情做，你知道吗？吹波卡，你知道吗？吹波卡。我说这是好梗，我就甲写一条歌叫无聊的休困日。无聊休，哎呦，嘿，袂歹。这伊讲透早起来唔知要创啥嘛吼，啊，迄个永远无聊的个休困日嘛吼，啊，想要找朋友看电影，人大家拢讲无闲，啊，想要找便当店拢无开。拢无开。就闷掉的都会的小织女。哎呀，基本上写下来之后有点百老汇了哈。结果呢，他现在要干嘛？他说你不是答应我要帮我做一个 jazz 的？我说我是随便说的，你给他荒山撩几？他说有什么关系？反正他做又没有，反正专辑本来就在撩几，又没有差一首。他说所以听众朋友，你也知影讲即卖音乐人，唱片圈多难混。对，真的。咱就是不是讲咱无爱，互恁有所期待，无爱互恁 surprise，是因为。咱若要做新的，我公司行了，对，若做新的，才会惊讲可能有会足侪人无法度接受。没错。这其实我们做音乐的就为难了。可是我有个朋友他讲一个话也很有道理。是。建伟啊，陈建伟说，反正做新的跟做旧的都一样会撩紧啊。是。那干嘛怕撩紧的做较新的呀？他讲的这句话是对的，伊讲这句话对，因为当初是我咧做一张台语专辑愈行愈有时，公司嘛问我啦，伊嘛是感觉讲吼，伊嘛是希望讲以这个主流市场为导向。可是到底什么是主流？这个对啊，所以因一直咧跟我讲主流，我讲吼，我是无甲讲，我是感觉讲主流是。你歌红，你就是主流；你歌调就是主流。唔对，唔是讲，你做传统的嘛，不一定会对啊。911拄出来，人嘛无认为主流。那嘛无认为因这是台语歌，因感觉讲伊是咧唱什么碗歌啊？搞出来拉塞尔。拉塞尔，但是后壁人歌调，这就是主流啊。没错。为什么人的歌会当变？为什么谢金燕人会当变主流？为什么董事长乐团嘛当变主流？为什么五月天台语歌会当变主流？没错。就是有调，歌有调就是主流嘛。没错。无调就是你讲的非主流呢，所以无咧讲新甲旧啦。我的感觉是安尼的。有一个唱片公司的业务他现在他以前是在蜂巢唱片当业务。然后他跟我讲过一个事情，我印证了一下，我觉得很有道理。是。伊讲我们的态度，很多音乐人的态度都不对，还有老板的态度都不对。我说什么意思啊？伊讲听众很聪明。你有没有认真做音乐，他都知道，他只是说不出道理而已，但他听了，他都知道。他听得出来。就像那个我们追女生或追男生啊，你爱不爱他，他说不上来，但他都嘛知道。对。所以我干嘛艺术是赶快的我觉得黄文信这张专辑是一张值得推荐的专辑。我当然知道各位，你平常可能未必会常听台语歌啊，你。黄文信这张专辑，你先上网听听看。你先上网，反正你那个149吃到饱的很容易听嘛。对啦。你上网听听看，喜欢的话，我提供你很多个途径。你到真正你干嘛去唱片行买唱片就麻烦了对吧没有关系啊，你就上网那个成品给他买一下嘛实体也可以，不然更简单嘛，你就上网买那个数位专辑，你也买得到。你就数位专辑直接买，你一样是对于黄文兴的一种支持。谢。真的，然后你对其他的歌曲嘛赶快，你有尬也歌，你数位专辑你可以买1首歌啊，买2首歌下来都没有关系。你喜欢的，你只要你愿意，对于创作者来说，那都或者音乐人来说，那都是一个很棒的支持。对，迄拢是真大的鼓励啦。文兴你也就想要生团的嘛？
其实较早捌想过啦，啊，毋过吼，即马可能因为又是演员的身份，所以就再加上现在又是爸爸的身份，那偶尔爽一下的那一种啊。偶尔爽一下，嘛是会呢，嘛是会，因为我感觉这有变，这算起来吼，真正无共诶。真的哈。因为足侪，迄个啥，足侪场合拢是家己一个人孤军奋战，就卡啦。啊，其实我是有的时候我会做想讲吼，后壁有一个变，很爽哈。帮我安尼伴奏之类的，吼安尼吉他、是贝斯啊、是鼓啊，吼安尼甲吹啊、更起安尼，我会感觉讲哦，迄真正现场的迄种渲染力甲迄个震撼力是无共。那你出了这张专辑，你没有计划说，比如在大河岸啊或 Legacy 办一场音乐会之类的吗？目前是也甲无这个计划啦，因为就拄则我讲的，我即马是身兼数职，爱演员，也爱爸爸。啊，当然即马我以我的这个我的个性是我即马目前是以家庭为重，了解。但是这些梦想未必说我不会去实现它，我还是会慢慢，因为我是属于一步一步，我无是要讲一个做伤侪代志。无啦，因为即马迄个囡仔啊红红幼幼啦吼。对啊。然后迄个人即马，咱若放太太一个，安尼咱这做查甫人话，就毋是款的。对啊。所以即马暂时就是顾一个家庭，然后迄个趁一下牛年粉钱。对啊。先较委屈的唱一下卡啦。对。当然若有机会夹一个，迄当然是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对，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因为我感觉会当唱变，迄真正唱出来，甲唱卡啦，还是真正是完全是两回事啦。没错。还是无共的感觉。没错，我希望你讲有机会先，我招你迄个无什么压力的出来，趁一下外路啊唱哎呀，是哦。这种比较舒服啦。安尼好。我连续2天呢，在节目当中访问到黄文兴，我觉得很开心，我认识了这样一个愤青。我感觉这，奇怪啊，咱拢含亮哥啊熟悉是安怎，甲今仔才小度吼？可能是亮哥的问题啦。我到亮哥，我知是不是因为你无咧啉？我无，我真正无咧啉诶。安尼无怪。对啊，我真正无咧啉诶。我知影亮哥做爱啉诶啊。就是无咧啉啦，才拄无着。对啊，无啦，可能恁是做创作，所以爱啉较有灵感啦。我是较少咧做创作，我是歌手的新闻较侪，所以可能较无啥，我无咧接触到这个酒的物件。了解。毋过讲起来，敢若阮那歹囝的无吼，我也无啉啊醉哦，我还好嘿。喝酒不开车吼，坐客停车那宣导者。亮哥大概来酒醉，用讲无俊杰你甲我知啊。你嘛啉的，安尼敢好？反正我也看无，我无知。然后拦下来，我说哦，原来看不见不能开车哦，对不起。安尼亮哥嘛，做爱公司。哎呀，我要祝福文心，我唔敢讲，我基本都不爱讲讲你的专辑大卖。我说祝你的专辑能让很多人得到好的回响。是，其实这嘛是我对我这个专辑的期待，因为我感觉讲吼，互愈侪人听到比大卖更好这个价值。然后我最后要跟文心讲一个故事，也跟听众讲一个故事哈。我曾经在某一个地方的后台听到某一个咱港湾台语的歌手跟我讲一个，大家讲一个代志，他们互相在讨论说他们录一张专辑要录多久。有一个歌手他说他录1个礼拜，有一个歌手伊讲无我2天啊10条歌要唱煞，我迄阵跟他摇头吼。然后呢，我要告诉各位，这个专辑录几个月以上的吼，伊敢若1条歌录1000多轨啊吼。1000多轨，不是跟他唱1000多次呢，听众捞的来是捞1000多轨的意思哈。1000多轨，你就知道人的用心。然后你刚连续昨天跟今天也听到那么多歌曲，该感动你有感动掉哈。当你唔好跟他讲感动俩，要有点回馈，卡秀秀叮当之类，上网去买一下人家的专辑，无论是实体的、数位的啊。如果你要找到黄文兴，文兴你是粉丝页哈？对，粉丝专业。要打勾迄个就是。直接打蓝色小勾勾，然后直接搜寻黄文兴。对，直接搜寻黄文兴就可以找到你。就可以找到。这样吼。对。安尼，我要祝文兴的专辑，互真侪人听到。谢谢。然后谢谢老师。祝你的心愿会当达成。谢谢。虽然即马囡仔佫红红幼幼吼，不过一步一步来无要紧。对啦，就甲咱即马所做的物件，同款啊，咱嘛是。这你讲一定足侪人做，但是对我来讲，
若是还袂讲遐侪人接受的时阵，拢是敢若就要开始继续努力啦。咱来继续努力啊！希望讲我会当甲老师们咱继续拍拼。无问题。啊嘛，希望讲有一天温馨有即个荣幸甲机会当收到会当甲老师合作，会当来请老师来甲我创作歌曲安尼。无问题啊！会当互来做伙来为咱台语即个台语的即个台语歌来拍拼安尼。没问题，这是我的荣幸。是，谢谢。来，最后再介绍一首你想介绍的歌。最后我介绍一首嘛是真好听的歌曲，叫做《陪伴》。陪伴，来，这个作者是什么人？这个作者我是唔知，应该嘛是马来西亚的啦。啊，不过这个配唱者吼，这作品是请这个环球音乐总监廖伟杰来帮我录制。其实原本这条歌是国语的，啊，不过我是讲吼，因为国语中有一段 rap， 我讲这国语的太理所当然，就足侪人拢会晓做这个物件，我讲啊无人改做台语。台语中迄段嘛是甲唱台语，了解。对，所以我感觉像，因为我想要做的，就是有淡薄亲像周杰伦早期迄种，有一 rap 的抒情 rap 的感觉，R&B 的感觉，这种歌曲想要用台语呈现给大家。了解。对。安尼，咱来听这首歌，然后我们祝福文心。谢谢。那大家你可以上文心的粉丝页，给他一些回馈，跟他分享你这2天听到他的歌曲的心情。是。OK， 祝福你。谢谢大家。收听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为您所进行的是每周5、周6凌晨0点到1点所播出的《听见月光》。今天我们延续昨天在节目当中跟黄文兴聊天，那么俊杰觉得文兴是一